天气有时候冷，有时候热，变来变去。但是我们敬拜我们的神的心是火热，对不对？对。好，大家起立哈，我们一起互相请安。好，互相请安，我们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平安，平安。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更多的明白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做什么。主啊，我们将自己生命全然摆上，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来祷告。主啊，巴父神，我们天父，求你给我们一颗敏锐的心。主啊，让我们更多来认识你，来更贴近天父你的心意，如同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欢愉。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
生命全然献给你。我若岂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眼，我的全然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如此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更加谦卑，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更大的勇气，去拯救更多世上的灵魂，活出神荣耀的呼召。用圣灵与我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灵很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灵很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用圣灵与我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灵很手引我前行，我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损失，受苦为小事，
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盛世，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是神，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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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是的，神，我们不只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敬拜你，我们也用我们的歌声、扬声来赞美你。更重要，我们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回应你的恩典。
主要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的保护，因着你的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也让我们有份在今天早上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要向你献上我们何等大的感谢，也献上我们何等大的赞美。主要求你带领我们，透过我们早上在这里对你所发出来的颂赞，对你所发出来的祷告，对你所发出的呼求，都成为馨香之祭，达到你的面前。愿主你来听我们对你的赞美，也来听我们对你的祷告跟呼求。也愿神赏赐你新的恩典，在我们今早的礼拜当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也再一次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来鼓励我们，来安慰我们，也来再一次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信心的来源。求你赐福在我们今早的礼拜，也愿今早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都归给你。这个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请兄姐翻到圣经路加福音第20章，路加福音第20章45节到21章第4节。好，大家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好了。群众倾听着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防备那些经学教师。他们喜欢穿着长袍，招摇过市，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又爱会堂里的特别座位和宴会上的首座。他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然后表演长篇的祷告。他们一定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耶稣抬头观看，看见一些有钱人把他们的捐款投进圣殿的奉献箱里。他又看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个小铜板。于是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比其他的人都多，因为别人是从他们的财富中捐出有余的，可是他已经很穷，却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费都献上了。”献诗，我们请音展小组，他们所要献的诗是“因你与我同行”。献诗结束，请曾牧师来为我们讲道。他讲到的题目是献上所有的奉献。
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我们再次来到上帝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我们看到今天的天气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前几天还蛮热的，但今天却下起了雨，然后又变得比较凉爽，天气比较凉爽一些。那也愿上帝赐福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天气变化多端的时候，我们仍然身心灵得到上帝的看顾，上帝的保守。那我们也同时看到，不仅是天气在变，最近这1-2个礼拜，世界也变得很快。那如果我们关注整个世界的局势变化，很多人在这一周可能也经历了高山低谷，但在礼拜3的查经班当中，我最后跟来参与查经班的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我说，在这个时代当中，当我们越实行的真理越多，就越不用害怕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动。我想重要的是，当我们活在一个真理当中，而且是不变动的真理当中，就算这个世界再怎么变化，这个世界再怎么改变，但在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个真理是永不动摇的。愿神赐福我们，也透过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也将这样的真理不断的扎根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来分享。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让我们在今天早晨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也求你在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让一切搅扰的事物可以暂时的离开，让我们注目在你的身上，也求你带领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是又真又活的神，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求你透过今天早上你话语的分享，再一次来鼓励我们，感动我们，也来激励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牧师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在这个系列的讲道当中的第8讲。那在整个系列的讲道当中，总共会有10讲，那这是第8讲，所以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那从第1讲一开始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为何来参与敬拜，为何参与礼拜的意义，到每一个礼拜的程序，牧师都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在每一场的礼拜当中，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应。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在礼拜当中或在敬拜当中，我们也时常，也不是说时常，而是一定会进行的一个程序，叫做奉献。但牧师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不是金钱的奉献，今天牧师也不知道跟你说要如何11奉献，如何约定奉献，也不是跟你说圣经如何规定这件事情，那是另外一个主题。今天牧师要跟大家特别分享一件事情，是我们在于奉献的心态。不论是我们奉献你的金钱，奉献你的才能，或奉献所有的一切，我们应当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比我们奉献多少，奉献什么，这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进入受难周。今天是棕树主日，棕树主日代表是耶稣基督，他非常光荣的进到耶路撒冷。而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夹道欢迎的群众，原本是大喊着和散那，欢迎这位君王的到来。但过了1个礼拜之后，这一些群众，他们却反过来说要钉他十字架。我们看到这些群众他们的想象，耶稣应该会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带领他们可以脱离一切的痛苦，带领他们可以脱离罗马的统治。但过了1个礼拜，跟他们想的完全不一样，或者是跟他们期待的不一样，于是他们就要把耶稣送上十字架。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最后要走向十字架的时候，虽然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虽然是一个受难的过程，但他仍然走向十字架的道路，目的是为了他也奉献了他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在谈论奉献的主题，但是也在这个受难周，要进到受难周，在这个棕树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想，那耶稣的奉献，特别是他献上了他自己给我们，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耶路撒冷当中所发生的事，特别是在这个圣殿附近发生的事情。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之后，他时常在圣殿的周围，时常在群众当中
他对他们讲话，对他们分享。那在这个当中呢，有不同的人群在当中，除了一般的民众，跟随耶稣的门徒，也有法利赛人，也有这些所谓的文士。所以这些人，他们不断的出现在耶稣的身旁，也时常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角色的出现。但在这附近来来往往的人群当中，耶稣看见了不同生命的态度，耶稣也看到这些人他们对于生命的反应是如何。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其实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有3种不同的人出现在当中。除了耶稣之外，耶稣跟他的门徒之外，有另外3种的人出现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们要透过从这3种不同的人群当中，我们也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学习什么叫做献上所有的奉献。第一个，我们先看到有一群人，他们是非常重视外表的，他们是非常重视他们成就的，他们自以为是，因为他们是经学教师，他们可以解释所有的律法，他们可以受到人非常多的尊重，他可以对很多的事情，他们是有某些决定权的。但是你从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就看到，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假冒虚伪的一群。在圣经当中，假冒虚伪的原本的意思就是指演戏。耶稣常说他们是一群演戏的人，他们行为跟他们的内在表达是不一样的，是不一致的。他们是一群演戏的人，甚至他们是一群仗势欺人的。他们侵吞寡妇的财产，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地位，他们去压榨别人。另外，我们又在圣经当中，我们刚一起读到，拥有许多产业，他出手非常大方，家财万贯，而且是丰盛有余的财主。刚读的经，我们就看到这个财主，他是把他所这个存的一切的财产，他是把这个有余的，然后拿出来，有余的奉献出来。那我们就看到有这2个人出现了，在这个圣殿周围，有非常注重外在的，非常注重他们表现的这群文士、法利赛人、经学教师，但是也出现了在来到圣殿当中要奉献的这些有钱人。那除此之外，我们刚刚又看到了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他既没有什么特别的外表，他也没有特别的成就，他也没有很多的产业，他集了所有不利的条件在他的身上。他是一个又穷又寡又富，穷寡妇3个东西都集中在他身上。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当然以我们现在就是女性是非常独立自主的，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条件，可以决定非常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但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的的女生，她们的丈夫离开的时候，代表她也失去了社会地位。当她的丈夫离开她的时候，她就失去了社会地位。当时的女性，若你没有一个男人成为你的依靠，那你是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没有人会看得起你。第二件事情，当时的女性也没有办法继承财产，所以纵使她的丈夫离开了，她也没办法继承财产，所以等于她也没有经济的地位，她只能靠别人接济或别人帮助她。或者是到旧约当中看到，他可以到果园、到那个农地当中去拿那些剩余的，他可能就只能这样子而已。甚至如果你可能再想一下，他可能也没有子女了。如果他的子女或许会帮助他，会照顾他，但是看到经文描述，他是一个人，没有社会的地位，没有经济的地位，什么都没有，又穷。又一个人没有依靠，又是在当时社会算最低的女性，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出现，但是又有2个看起来非常强烈，那个一出场就感觉会有那个光环的2个人就在那个地方，但耶稣最后却称赞了这个妇人，耶稣称赞了这个妇人说，他所给出来的是最多的，他所给出来的是最好的。那为什么耶稣这么说？为什么耶稣没有看到法利赛人或看到这个有钱人，他们所说的是好的？我们一起来透过今天的这个故事，我们也透过他们不同的角色表现出来的反应，也一起让我们来学习，
在奉献这件事情，我们应当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带着什么样的方式，我们来回应。第一件事情，我是跟大家分享，奉献不是看表现的多少，而是看我们内心的敬畏。奉献不是看表现多少，而是看我们内心的敬畏。经文当中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刚刚的经文说，他们喜欢穿着长袍，招摇过市，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他们又爱在会堂里特别的座位和宴会的首座。他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然后表演长篇的祷告。他们喜欢穿着长袍，招摇过市，就喜欢就是穿着长袍，然后就走来走去，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经学教师，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文士。那他们也很喜欢经文中的描写，他们喜欢别人向他问安，因为这样可以证明他是值得被尊重的，这样可以证明他是有价值的，这样可以被证明他是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你们看到经文这么说，他说他们也吞没了寡妇的家产。他们是经学教师，他们一定知道要怎么帮助寡妇，他们一定知道圣经怎么写，说要如何去帮助这些孤儿寡妇。但是他们却把寡妇的财产全部自己纳为己有，甚至为了要隐藏这件事情，他们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做长篇的祷告。而且耶稣说他们是表演长篇的祷告，利用外在的方式去掩盖他们所做错误的事情，利用外在的方式去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样子。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只有在执行宗教的职务，他们才会穿那件长袍，他们不会在平常的时候穿长袍。就好像牧师平常我出去买东西，我不会穿着那个圣餐大礼服一样。如果你在路上看到我穿圣餐大礼服出去，也是蛮奇怪的。但是法利赛人他们认为，就是穿着那个长袍，他们就觉得哇，人家一看到哇是法利赛人，哇他是一个文士，哇好棒哦，我要尊重他。除此之外，当时法利赛人的长袍，他们那个袍子最底下，他们会有镶了非常多的坠子，就是会有像是那个图片当中那个长袍下面有一条一条虚虚的，那叫坠子。那个是在旧约当中规定，为什么要有那个坠子？是因为要让提醒他们记得上帝的律法，那个一条一条就如同代表上帝的律法一般，所以每逢看到他们就会想起上帝的律法。但是这些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代，他们把那个坠子用得非常的长，拖得非常的长，目的是为什么？让别人看到哇，这个人上帝的律法比较大条，哇，这个人上帝的律法比较多，比较漂亮。于是呢，他们就喜欢穿这样的衣服，在路上走来走去，表达自己是非常受到人家尊敬的一群人。所以你看到他们奉献自己的方式，虽然好像他们看起来委身在上帝，看起来他们好像在讲解圣经，但是他们却是用外在的方式去奉献他们自己。另外一群人，我们看到叫做有钱人，而这群有钱的人呢，若我们看类似的经文在马可福音，他就这样说，他说很多有钱人是投进许多钱。我们刚读了路加，他说投钱，但是如果你看这个马可，他的同样和本，他就写到他是投了非常多的钱。以前的钱不像我们现在有纸钞，有100、500、1000，以前的就真的是硬币，就是这个就是硬币铜板要投钱的。那当时的这个有钱人呢，他们为了要奉献这些硬币，我们知道硬币其实有重量啊，所以当你要大量奉献的时候，你必须扛很重的硬币。当时的有钱人，他们为了要把这个大量的奉献的金币拿到圣殿去做奉献，他们请他们家里的仆人，有点像是扛轿子的方式，然后就把那个这个钱币，然后用扛着，然后就扛到圣殿要去奉献，因为很重。但是你知道，在扛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引人侧目嘛。大家一定要引人侧目嘛，就像如果你今天来教会，然后你突然背一个大包包，那个很大的登山背包，然后人家说你要做什么？说这是我要奉献的钱，这就是引人侧目吧？但那有些人的做法就是这样，就是他请仆人，然后扛轿子，然后全部都是扛那个硬币铜板，就是我要去奉献。当这些有钱人这么做的时候，旁边人就在哇，
他奉献很多，哇，他很敬虔哦，哇，他做得很好啊。除此之外，当时的奉献箱一共有13个，那当时13个奉献箱呢，其中12个代表12支派啊，一个是专门是奉献给祭司用的。那这13个奉献箱，它也会在外面特别贴说这个奉献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为了什么奉献。OK， 它就会特别为，比如说为妇女奉献，为松年奉献，为什么奉献，就这些箱子外面都会贴奉献的事项。那除此之外，这个奉献箱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构造，就是它也是金属，它的里面奉献的那个管子它是金属做的，所以你丢那个硬币进去，碰到那个金属的管子啊，就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就会叮叮当当的声音。刚刚第一堂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啊，就说：“牧师，我有经验。”我说：“怎么？”我说：“现在还有这种奉献箱吗？我怎么没有投过？”她说：“她前阵子出国，她去桃园机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去桃园机场或出国经验？她拿了影片给我看啊，就桃园机场有一个捐献箱，那桃园机场有一个捐献箱，它里面就是设计用那个铃铛。”他就做了一个很像树的形状，然后上面有很多颗铃铛。你只要丢钱进去呢，那个钱就会砸到铃铛，就会叮叮叮叮叮。好，然后他就给我看，他说我那时候只有10块，所以没有很多的声音。好，我说没关系，我们都不是有钱人哈。那个意思就是，你知道丢钱丢越多，那个声音就越响；钱丢越多，那个声音就越大声。所以其实你在那个圣殿外面，你就算眼睛不看，你眼睛闭起来，你用听的。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有钱人，你也可以知道这个人奉献的钱多还是少。那我刚刚说，如果是一个有钱人，他真的是请了仆人，然后就这样抬着这个钱，这样抬进来，然后就哗啦哗啦丢进去，哇，那个时间一定非常的久，那个时间一定是非常的清脆，然后一定是非常的大声。但我们看文士的行动，或者是财主的奉献，其实目的是为了要得到众人的称赞而已。目的只是要为了得到众人对他们的敬重，目的只是要为了博取别人的关注。但是相对的，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经文只说她投了2个小钱，之后呢，好像就默默的离去了。这个妇人就只拿了2个小小的铜钱投了进去，那就默默的就离去了。我们看到从文士的行动，从这些有钱的财主的奉献，跟这个默默投了2个小钱的寡妇，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们看起来很敬虔的外表，他们看起来好像是很愿意参与，很愿意做这些事情，愿意回应，但他们却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失去了敬畏的内心啊。当然，法利赛人也有好的法利赛人，就是还是有很敬重的法利赛人，不是全部都是这样所谓的这个假冒虚伪，也是有很认真的法利赛人，也是有很虔诚的财主。我们不否定这件事情，但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有一群的法利赛人跟有一群的财主，他们只是有一个敬虔的外貌，但他们却失去了原本该有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我要奉献这些东西？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回应？目的好像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已。法利赛人的行动，法利赛人的奉献，目的只是为了要守律法，就是这是我该做的，所以我就做嘛。另外一件事情，好像也觉得我要多得一点祝福。我奉献，我做这件事情是我要多得祝福。也或者是我要让人家看见我有在做，让人家看见我很努力在做这些事情。我们要知道，不是因为奉献所以我们得福，不是因为奉献我们得祝福，而是我们已经得到祝福，我们才知道我们如何回应奉献这件事情。不是因为我奉献是我要得祝福，就是上帝我今天有奉献哦，所以你祝福我。上帝，我今天有奉献多一点哦，所以你要祝福我多一点哦。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先蒙福了，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所以我们才做出奉献这个回应。当法利赛人他们或者一些财主，他们所做的只是不断的在证明自己，他们只是不断的在证明自己，我多努力回应，不断的证明自己，我多努力做，不断的证明自己，我看起来非常的好。
我在信仰当中我表现得非常的好，但实际上他们所献上的，他们所做出来的，可能跟他们的内心、跟他们的行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在想的还是在想我要如何自己赚，在想还是在想我要如何努力，我要如何再加油一点，我要如何再多一点好的表现，以让众人称赞我，让上帝也喜欢我。但这个不是奉献真正的意思，不是因为我做了我得福，不是因为我做了我就一定要得到什么，而是在我们先了解我们已经先得到，所以我们才回应。所以在历代志上第29章17节，经文这么说：我的上帝，我知道你是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一切。他说我们的神是一个鉴察人内心的上帝，他喜悦正直的人，以正直的心献上这一切。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上帝是看我们内心的，不论我们奉献金钱，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恩赐，奉献我们的才能，奉献任何东西，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对着某个人，不是为了谁，是为了我们跟神。第二件事情不是看数量的多少，而是看给予的态度。第二件事情牧师跟大家一起分享，不是看数量的多少，是看给予的态度。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21章第3到4节，耶稣这样子告诉他身旁的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奉献的比其他人还要多，因为别人都是从他们的财富中捐出有余的，可是他已经很穷，却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用都献上了。”耶稣说一件事情，这个寡妇呢所奉献的是比其他人还多的。如果我们懂数学，我们就知道，哪有可能2个小钱比这些这个有钱人奉献还多？不可能。但耶稣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些富有的人是捐出有余的。我们要知道，耶稣说有余不代表是不好哦。耶稣在说有余不是代表不好哦，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拥有财富哦，不是说我今天就是拿到薪水，然后我就看一看哦，这个是我这个月要吃的，剩下我就全部奉献啊，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自己的积蓄，不可以有自己的财产，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在这边当中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对比，是耶稣说财主是把那个有余的，但是这个是要衬托出富人他的全部啊。这个富人是把全部都拿出来的，他没有计算代价，他没有去计算结果，而且他更重要是他的态度。当时寡妇所奉献的那个小钱，那个小钱是当时最小的货币的单位，大概就是一天工资的128%。我算了一下，如果以现在台湾的这个最低时薪，它190，然后一天工作8小时好了，那我算一下平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一个小钱，以现在来讲就是台币12块，啊，就是台币12块。那12块你去超商买茶叶蛋都还不够哎，现在要13块，啊，那它只有2个小钱，就24块嘛，啊，就两个小钱就24块。所以其实没有很多，而且说认真的，12块或24块，你要填饱肚子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以现在来讲，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但他身上只剩下这些了，但这个寡妇只剩下这些了。但我们看到他展现出来的态度，让耶稣称赞说他做的比别人还多。这个多不是指数量的多而已，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它还包含品质优良的意思，代表耶稣说这个富人所奉献出来这个2个钱啊是非常有品质的。当然不是说这个铜钱它的品质优良，用了什么金属材质，而是指了这个富人奉献出来的这2块钱，他所奉献的这个态度是非常棒的一个品格，非常棒的一个奉献的态度。所以，一个奉献的人，甘心乐意的心和态度，远比奉上金钱多或少更为重要。多跟少是上帝给予我们的，我们也不需要跟别人比较说啊，他比较多，我比较少，我比较多，他比较少。
甘心乐意是远比多跟少更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心态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回应奉献这件事情。在创世纪，旧约的创世纪，该隐、亚伯这2对兄弟，一个是生产农作物，一个是这个做畜牧的。但这2对兄弟，他们有一天，经文中的描写，该隐就把地里出产的所有的当作公物献给上帝，亚伯也把他羊群当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经文描写，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不看重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经文这么描写，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其实，如果你再往回推断，你可以想，为什么上帝又不喜悦？或是上帝为什么在这件事情当中悦纳了亚伯的奉献？你看到该隐的态度是什么？上帝，你一定要我的。上帝，我献的才是最好的。你凭什么要我的兄弟的那些羊呢？我种的这个就不好吗？我献的就不好吗？你看到该隐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如此，所以经文就写他大大的发怒，而最后也因为这样，他就杀了他的兄弟。纵使后来你有机会你去看创世纪，后来该隐生的孩子叫做以诺，以诺的意思叫做奉献。而人类第一座城也叫做以诺。你看该隐虽然后面他想要把说，那我的孩子我就要奉献出来，我的城也叫以诺，叫奉献。但是若心态不正确，纵使你说那叫奉献，纵使你说那是要献出来的，但是那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所以奉献不是要为了跟别人比说啊他多他少，我多我少，而是在回应上帝对我们拣选的爱。奉献不是要说啊，这个他赚比较多，他赚比较少，然后我得比较多，得比较少，上帝比较祝福他，上帝都不祝福我，不是这样子，而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很真实的去回应上帝对我们拣选的爱，那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我每次要进到奉献的环节，我每次奉献的环节，其实下面都有打一段的经文，就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就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也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不要勉强，也不要作难。所以不要在乎，就是哇，我看旁边今天奉献1000块，啊，我要赢他一点，我就奉献2000块。不需要跟别人比较，那是你跟上帝的关系，那是你甘心乐意，你乐意拿出来回应上帝恩典的。第二件事情，最后牧师跟大家分享是，不是看拥有的多少，不是看我们拥有的多少，更重要是我们全人的回应。不是看我们拥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全人全心的回应。最后在这段的经文，我们刚刚一起读到第21章的第4节，他这样告诉我们：可是他已经很穷，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用都献上了。他已经很穷了。我刚说他可能就剩24块，台币24块，好了，我们就用这样想。但是他把全部的都献上了，可能下一餐餐也他都不知道，但是他奉献上去了。只剩下2个小钱，其实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他有2个嘛，对不对？他有2个。如果你说他剩一个50块，那就没办法嘛，剩一个50块就只能丢50块。但他现在有20块，他可以选择丢一个10块，然后10块继续留在口袋里。他是可以选择的，他是可以选择奉献一个，然后一个我留下来的。但是那个寡妇没有停留在自己的困境，那个寡妇没有停在自己的困难，她反而发现，哇，原来她也可以有奉献的能力，所以她就投尽一生所有的。有时候我们都在想啊，那我可以奉献什么？我可以奉献什么？我可能也没有很多钱可以奉献啊，我可能没有很多才能啊，我可能也没有很多时间啊，那我可以奉献什么？但这个寡妇给我们一个示范，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她没有看自己说啊，我好像什么都没了，好像或者是我什么都没有办法，我没有那么的完美。但这个寡妇所做的，就是她反而发现我还有一些东西，她找到她自己可以有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投进一生所有的。所以奉献绝对不是谈金钱而已。如同我一开始说，我今天不是要跟大家讲11奉献或约定奉献，或是我们该怎么奉献。奉献绝对不是讲金钱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生命你认为最美好的那个部分。你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不论钱、不论才能、不论我们所有一切，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啊，都一切是上帝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认为生命最美好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是第一的东西，反而是应该要献出来给神的。如果我们真的看重，真的觉得这是你觉得是生命很美好的一部分，你说哇，我拥有这些，你要知道，拥有的这一切也是神供给给你的。奉献绝对不是只谈金钱，更重要的是生命那个最美好的部分，愿不愿意拿出来？有时候那个最美好的，我们常常会保留；有时候那个最好的，不会想要拿出来跟别人分享，因为你想要独占，因为你觉得那是我最好的一部分，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分享？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跟别人分享？我自己拥有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就在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反而那个最美好的部分，我们认为最宝贵的，我们最珍贵的，反而是一个新的，让我们一个新的思考是，应该这些都是要归给神的。所以这个寡妇给我们一个示范，甚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那我们到底还在等什么？我们到底还在计算什么？我们还在等待些什么？我们还在计算些什么？这个寡妇，她也是有一些她的限制，她不是那么完美，甚至我说她在社会经济在当时是完全最低落的，但是她所回应的态度却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展现。耶稣在山上宝训这么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的心、我们的财宝，我们认为最美好的是放在神那里，我们最美好的是献在神那里，我们就会看见这个美好的事物，神如何继续的成就。如果我们美好的、我们认为的财宝，我们认为我们紧抓的是不断的是注目在我们的眼前当中，那我们的心就永远是被这些事情所控制而已。以至于我们更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可以奉献，我更没有任何的方式我可以奉献。你的心在，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个寡妇的回应其实很简单，就是她知道过去、现在、将来全部都是依靠上帝的恩典。这个寡妇回应其实很简单，我刚说就是2个铜钱嘛，投了就没了。但她知道未来是在上帝的手里啊，现在是在上帝的手里啊，过去也在上帝的手里啊。这寡妇回应其实就这样，很简单，完全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奉献本身，那是一种委身的立约。我们知道奉献本身就是一种委身的立约。当你把你那个最好的给出去的时候，当你愿意把你最美好的那个部分给出去的时候，其实是会痛的，其实是必须付上某些代价的。但是那也是一种我们跟上帝的立约，就是我愿意交给你，我愿意给出去，而那就在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每一次的奉献，不论是你金钱的奉献，你时间的奉献，你的恩赐才能的奉献，那都是一种你跟上帝的立约，跟神说：神，我现在给你我最爱的，神，我现在给你我所有的。我跟你，这是我对你的委身，这是我在你的恩典当中我所回应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第1节，这也是我们很常看到一段经文。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和上帝的怜悯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我们所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上身体，当作是活祭。”那献祭，那个祭物是死的，献祭的祭物是死的。但是保罗在那边说，那个献上的祭是活的，代表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都要成为那个美好的祭，献到上帝的面前。那是我们的一个委身，也是我们一个立约最重要的方式。进到受难周，
一开始我说到，耶稣基督他就是奉献了他自己的生命，为了我们。而耶稣基督也亲自成为我们奉献的源头，也成为我们奉献的榜样。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奉献的态度、奉献这个功课最重要的源头以及榜样。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保罗也这么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是富足，却因着你们成了贫穷，好使你们因着他的贫穷成为富足。耶稣原本跟上帝有同样的尊贵荣耀，他可以拥有所有的一切，但他却成为人，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奉献了他自己，从一个富足变为贫穷，目的是让我们贫穷的生命成为富足。但相同的，当我们的富足的生命被充满之后，我们如何回应呢？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完全的奉献者，他为我们倾倒他的生命，他没有保留他自己任何的一切，走向十架。耶稣就是那个完全的奉献者，他为我们倾倒他的生命，流出宝血，钉在十架上。所以每一次的奉献，都让我们可以真实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不论是透过金钱的奉献，透过你生命的奉献，那都让我们有机会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奉献也让我们可以回应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最后这段经文，腓立比书也是我们很常会读到的经文，他就说到：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什么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一个奉献的心志。耶稣他的心就是奉献的一个心，牺牲他自己，为我们每一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经文说：你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原本有上帝的本质，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的，他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成为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为我们奉献的榜样，也成为我们奉献学习最重要的一个态度，在于我们如何回应，在于我们如何看重这件事情。因为上帝赐福我们，当我们每一次谈到奉献的时候，不是只有金钱，更重要是我们生命的回应，生命的态度。愿神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真实成为那个愿意献上一切、愿意奉献、回应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为的那位奉献者。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之后我们为几件事情来公祷。接着，我们今天有特别安排一个中保代祷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我心属于你》，我们坐着唱就好。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再次从头来唱。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
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愿我这一生，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了解奉献的态度以及奉献的心，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感受到，我们所奉献的不是只有物质而已，更重要，我们是奉献我们的全心全人。我们向神做一个祷告，说：神啊，我真的愿意奉献我自己。神啊，我真的愿意将我生命当中最美好，我认为是第一的东西献在你面前，因为那原本就是你给我的恩典。现在我要来回应你的恩典，现在我要回应一切你所赏赐美好的事物在我的身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不断去体会到这个奉献的心。特别我们要进入受难周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来向神祷告，让我们不断的去思想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他如何牺牲自己，如何奉献他自己，为了拯救我们的生命，为了要让我们可以跟他建立更美好的关系，我们也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来祷告。第二件事情，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当中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不论是在周报当中，或者是你所认识的，他们可能在病痛当中，可能在心灵软弱，可能面对忧伤，面对家庭，面对工作，面对生活当中的困境，但求神来帮助他们，让他们再一次经历到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动工。我们一起开口，我们为这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是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营当中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在看顾我们。什么？谢谢你是帮助我们，使我们好，我们在每个看顾当中，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同在。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看顾我们的全新的在你的同在当中，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同在当中，谢谢你，感谢你的看顾，主啊，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带领当中，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同在，谢谢你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时刻，谢谢你是在我们的同在当中，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可丰盛的在献上，主啊，谢谢你。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让我们真的学习到奉献的一个态度，奉献的心智，就是不是我们所给的多少，我们表现的多少，而是更重要是我们内心的敬虔，我们给予的态度，我们所献上的一切。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去思想这件事情，让我们所给出的奉献真的是要回应你的恩典，我们所献上的一切真的是要来回应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去思想，我可以为你奉献什么，我可以为你来摆上我生命当中的哪一个部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奉献者，因为你就是那个奉献的源头，你是那个奉献的榜样。你因着我们，你放弃了一切，你为我们钉死在石架上，为了我们牺牲，为了我们奉献，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不断的去思想，特别在下个礼拜是受难周的节期，更让我们不断的去思考主你与我们的关系。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需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不论在病痛当中，在心灵软弱，在忧伤，在工作，在家庭，在所有所遇到的困境当中，主啊，你来与他们同在。主，你知道他们的软弱，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但恳求主你用你的宝血
来高抹洁净他们，使他们在你的宝血当中再一次得着医治，再一次得到怜悯，也再一次得到鼓励，得到遮盖，得到安慰。愿神你的平安就与这些弟兄姐妹同在，愿你的喜乐也不断的放在他们的内心当中，也再次将我们的教会，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真实来学习奉献这个功课。愿我们的教会真实成为一个奉献自己、为主来发光、为主来做见证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礼拜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除了牧师的正道分享信息，我们接下来要安排我们的中保代祷的见证跟分享。我们教会推动中保代祷已经51期了，51期51期什么概念呢？就是1期是4个月，那1年等于3期，那51期是几年呢？17年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中保代祷事工是一个非常棒的神给我们的祝福的产业在结束之前，我们要准备迎接52期，就是下个月开始。那我们特别今天很棒，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昌成执事，他也要来分享他参与中保代祷，或是从中保代祷领受到的祝福。我们来拍手欢迎我们的昌成执事。我们教会组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我想大部分比较在教会久一点，或者说稍微有年纪会比较认识我。但是因为第二堂有很多年轻人所以我稍微先介绍一下我自己介绍一下那我目前是担任恩典联合建筑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那我是在北部长大，然后来成大念建筑系，还有都市计划研究所那担任过建筑系的这个文教基金会的第1任的董事，还有都市计划系的理事长但是最重要我担任我们富强教会的执事，还有我们这栋新的建筑物我是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建筑的设计。那有关于中保代祷的这个见证就是这么多年我所参与我想在这当中跟大家分享那这个代祷的经历是在我们专业的建筑工作当中能够经历神奇妙的带领与回应了我待会再做一些说明。那我们在透过代祷的这个经历当中，你会感受到上帝的信实跟恩典那也因为我们透过在教会这一方面的服事那我们会看到神很丰盛的对你的祝福。好，那再来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履历了我是家里的第1代的基督徒那小时候我们家很温馨但就是很小大概20-30平所以我们兄弟姐妹4个人住在5平的一个房间里面那我们的客厅及餐厅餐厅及书房所以坦白讲4个年龄层在10岁以内，其实那个空间是没办法去读书的所以面临到即将要面临要大学联考，其实心理压力很大都要抢位置读书，有困难所以这个样的困扰的时候，我一个高中同学他就跟我说，你如果家里不方便读书的话你可以到我们教会的图书馆来读书就这样子他带我到教会的图书馆那发现哇怎么这么棒也不需要去抢位置也然后能够有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空间那还有很好的空调更重要因为在新竹有交大跟清大的学生研究生他们志工来当老师你从那个当中你会觉得那个教会的环境那有时候会有圣诗的这个播放
那种气氛。那第二个又有这个交大进的老师来这个当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指导老师那我们也学习得很快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我觉得我突然间脑筋就开窍原先在建筑中学我的成绩大概在中等就没想到大学联考我居然我从小喜欢画画，所以我填的是所有的建筑系那当然成大建筑是全国的榜首了就得最高分但是我那一年我居然考以第一志愿而且是成大的榜首进入到成大建筑系我觉得这个恩典的塑造过程跟我在教会图书馆这个在那边读书，然后受到这个恩典的感染，还有这些老师这些志工的基督徒来带领，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延续到后来，你看我跟子兰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要回馈所以我们应该大家知道，我们有个叫418的一个咖啡及图书馆那其实我们就是呼应路加福音4章88节因为主的圣灵在我们身上他用高我们叫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差遣我们让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心比心那我们就是比照这样的心情那希望给那么多的这个学生能够有一个在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好的地方能够去去读书更重要是我们现在更进一步2.0版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这个退休的老师啦，或者说志工的老师都去到那个418图书馆这边来教大家那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学生能够得到这样的造就那他的父母来带他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哎怎么这么好，有一个免费的空间，然后又有这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这边帮忙他们也就感受到那种上帝的爱跟会友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所以陆陆续续你这几届你看有很多从418过来的，不管是学生或者是他的家长都来受洗我想这就是一种延续性的一个事工那这个作业当中，我们常常都会将所需要做的事情用这种代祷卡写在我们的里面那当我们今天这个是属于教会的事工，我们就是填这种教会的事工代祷卡那也要记得当你的这个代祷的你所填的内容，如果你得到了应许的话我们还有一张叫做应许卡应许卡。那我们填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就是将我们自己交托给这个上帝来带领那相对他得应许卡的话，就是对上帝的一种恩典的一种回报然后加上也是鼓励所有这个在中保代祷的这些勇士们给他们一种回馈跟鼓励这样的内容。好，接续我就再说一下我的履历了我刚刚报告过，我是北部的小孩，然后来成大念书在研究所的时候因为真的是脑袋开窍所以没想到第一次考建筑师就考上了所以后来被我一个老师把我带到旁边去，他说你居然这么年轻就考上建筑师，我跟你介绍我一个表妹他们家是建设公司啦那如果你愿意娶她的话那个第一个送你一栋别墅，第二个给你2000万民国80年了2000万你的开业基金，那你就可以开始开展你的这个所谓的建筑事务所的业务了后来我当然就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子兰先讲然后我就跟他约会那在当中我就跟他聊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基督教，什么叫做信仰？可是我发现他完全没有兴趣然后讲哎呀你为什么不谈一点那个电视剧的事情怎么的所以我听完之后我就发现哇这个道不同志不相为谋了我就送他一张好人卡就没有再跟他再约会当然我就心中要一个祷告说我总是接近要到这个适婚的年龄希望上帝能够安排有一个适合的人跟我能够这样见识。那后来是在子兰的同学，也就是我研究所的学妹介绍那介绍子兰跟我见面那但是他跟我谈的是他小时候参加主日学，然后有去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让我感觉到这样的那种契合就是能够达到当然他也是我们看到他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
现在是很成熟，已经是很漂亮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说，你可以就抗拒世俗的诱惑了哈。那你把这个事情就交托给上帝，上帝会帮你安排啊。年轻人就是会帮你安排你生命跟信仰上的伴侣，终身的伴侣啊。所以我就从北部嫁到台南，嫁到台南来啊。那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过程哈。好，那接续就是我们在台南的一个发展。那参加富强教会这个新建大楼是很特殊的状况。好，我们从结婚之后，我们就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活动哈。但是因为历经的房住的位置不一样，换了好多的教会。那有一次刚好在一个坐火车上哈，碰到了蔡正道牧师哈，他是我在大学时候团契的这个契友。好，那我知道他当牧师了，他就跟我讲说，昌成学长啊，你现在要去在哪个地方做礼拜？我就跟他说，有时候到民族路啊，有时候到南门教会啊。他说那他问我住哪里？我说我住在这个中华路这个富强，对不起，住在中华东路这个香城阳光镇。然后他就讲说，那你香港镇旁边有一个教会，你知道吗？叫富强教会。我说我不晓得。他说我带你去看，他就带我来这边。那我说，你怎么知道这里？他说我在这边牧会所以我觉得上帝都安排好了。为什么？因为我跟他就是在大学时代那个我们是成大 F4还有谢承佑然后他就带我到这边来，然后就说，那你这样真的走路来就很近，加上说是一个就已经很有默契跟那个属灵的这个伴侣所以一起就在这边来就成为这边的会友。但是上帝的奇妙安排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们来了1年后，长子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富强教会就是要做一个新建大楼，就是要盖这栋建筑物。好，那我就是建筑师嘛，那自然就是在做室内设计嘛，所以里里外外通通兼顾。好，所以我们就义不容辞，就接下这样的工作。好，那这是这样的内容。好，那过程当中，我们存着一种感恩跟回馈的心来做这个事情。好，所以我们也将这个建筑设计费我扣掉税金以外都奉献给教会。那自然把它的装修工程扣掉工班的工资跟材料费就全部都奉献给教会。我想教会能够在这个王牧师的这个捐献的土地，然后这么高的金额能够把它盖好，都是所有的会友像我们这样一样的大家无私的奉献然后无私的参与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因此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状态那在整个参建的经历当中我们的灵命也不断的成长那最后我们也体会到你要做一个就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因为我们在彼得前书4章第10节有上面写的，个人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管投入怎么样的产业，你要记得你是上帝的好管家，要在这个方面来做好。因为我们也秉着这样的心，那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刚刚讲，原始我的老师说，我如果娶他的表妹2000万的开业基金，然后一栋别墅，那我们因为这个不是我信仰的伴侣，跟子兰结婚，我们那时候身上只有20万。我们就是白手起家，但是我们常讲句话说，我们凭着什么？凭信心，然后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让一步一步就是拓展，也经过我们在教会这样的一个参与的这个新建这样的一个事工，没想到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从原始大概这个20人的事务所，翻倍变成40-50人的事务所，就开拓第一期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展。好，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事务所发展得很快但是我发现了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做的工作是有全省的工作，那我那时候不叫做恩典事务所，那时候我称为吴昌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就是用自己的名字大部分的建筑师都是这样做。那结果我在南部工作的时候，那北部的业务
这些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就会讲说，哎，你们找你老板来啊，怎么这么不尊重我们？为什么他不来这边跟我们开会？那我今天跑到北部去工作的时候，南部的像台南、高雄的这个市政府，他就会讲说什么？你找你老板来啊，为什么这么不尊重我们？为什么吴昌城不来跟我们开会？所以坦白讲，我压力很大，然后加上说有些事情在推动当中确实有一些困难，所以我就在思考说，好，既然刚刚讲了在彼得前书那个上帝要我们用自己的恩赐，然后彼此服侍，做神百般的是好管家。那我既然是管家，那我就不要当老板嘛，我就说，那我就把这个事务所交给上帝来，管理嘛，来主持嘛，那我当他的管家就好，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把事务所来改，那当然第一个，因为圣经里面出现最多的字就是恩典2个字，所以我就希望把事务所改成恩典事务所，恩典联合建筑师事务所。那我就请我们的会计师，去帮我申请，他说不可能。他说恩典这2个字每一个行业只能用一次，这早就又被用光了，甚至连那个面店杂货店都有恩典的啦，所以你们这种建筑师那是更不可能啦。我说没关系，你帮我找，我有感动，我要祷告。半小时后他打电话给我，怎么可能？真的恩典没有人用还没有人申请然后就赶快帮我申请所以我们才拿到恩典联合建筑师事务所这样的一个名称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认为说，我将事业交托给上主然后我能够如释重负然后恩典满满，那我就做好他的好管家，让事务所里面充满这个上帝的爱跟照护然后所以过之后，北部的这个业主在开会的时候说，找你们老板吴建筑师来，我就跟他们讲说，那我们祷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老板换人了。换上帝，那看看上帝有没有空下来南部的在讲的时候，我在北部，我也是跟他们这样讲后来他们很奇妙这些人他没有反对他说那看看，后来结果我们去开会都很顺利我没有到都没有关系，所以他们都接受了。他说我知道了，你们那个恩典那个上帝很厉害那个员工都会照顾得很好啦所以就后来发现我不需要这样奔波这样跑。所以业务就越做越好，越做越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再来要讲那个重头戏了重头戏就是在去年2024年的一个意向。我跟各位报告，我每从一个事情我一定会填这个代祷卡所以那个早上第一堂的时候，那个夏牧师有讲他说他从那个代祷那边看说我填的那个代祷卡次数算是最高的其中一个然后那个我们满族妹妹满族长老他跟我说你那个字写最多所以以后我跟各位报告如果这个写不下没关系，他说这边再贴一张纸让他写下来或者我有一个方法，你可以用2张订起来也可以这样的话可以让那个代祷的勇士们能够看得更清楚这样子。好，那我要讲这个见证事务所从原始这样发展，20人、40人、80人那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大家都认为一定是我们拿下来的案子，结果没想到居然某些因素之下居然失去了那很多人那时候自己心里面有很大的压力但是我跟上帝的祷告不是说上帝你怎么这么不灵这个不是应该要给我，不是跟你祷告要吗我不是这样祷告，我是说上帝你一定有你的计划那我们好好做，那你如果这个不是我该做，这个窗户不是你开给我的，那你就帮我开另外一扇门我是这样的一个祷告方式。结果没想到后来居然在岁末的时候从10月到12月我们收到3个邀请都是大型的社会住宅的比赛，而且3家都是很大的这个营造厂来找我合作。那我们的同仁都认为说不可能啦，这1件就很累了，2件根本来不及了，3件那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做不好，而且拿不到但是我是有很强烈的感受说，这个上帝是不是在安排让我们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
跟所有的同仁鼓励，我说我们只要凡事多祷告嘛，然后将所有的工作好都交托给上帝，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样子。好，那第一届参加的时候哈，那个因为有3家上市个公司的比赛，其他2家公司在外面都放话哦，他们动用各种的力量、各种的关系哦，势在必得，哦，所以压力也很大，哦，所以我当这个我们第3家要进去简报前哈，我就发现我们这个上市公司老板他居然紧张会发抖啊，他也很紧张，因为他看到另外2家那个好 kiss 压哈，就是很有胸有成竹那个样子，他就很紧张。那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样子总经理，好，我们把心放下来，我来跟大家一起祷告，来跟整个团队祷告啊，希望你们跟着我一起祷告。其实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可是他们接受了，好，所以我就带他们去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我看见大家的脸色都比较沉稳下来，好，然后我们才一起进去啊做这个评选。啊，评选出来之后哈，他们大家说那就回去等消息。那我有一种感动，我没有离开现场，我就觉得说好像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感应，所以我就一直留在现场。但是那边等很久，等1个多小时，在那个公园走了30圈了，走了好几千步，我发现坦白讲心里真的有点紧张。可是我突然间有个灵感，我说感动了，我说我应该去找，在这边与其在公园里面祷告，我不如去应该去找一个有十字架的地方来祷告。哦，那我也不知道往哪里去走，我就这样子，就在那个中山区里面，我就往那个巷子一直走。我说总是会碰到一家教会嘛，或是聚会所吧，看到一个十字架嘛，就走，看到一个十字架出现了，我一抬头看是什么？双联教会，就是双联教会。大家知道蔡正道牧师的双联教会，走到那里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说蛮尴尬的。那走到这里，我是要上去找蔡牧师他可能这个时间点也下班啦，搞不好他有事在忙啊，那也或许不确的，我没有跟他先预约嘛，所以我就在下面。后来我就在那个十字架下面那边祷告，我说那上帝你把我带到这边来，一定是有什么样的启示或怎么样？那是不是接下来的事情都由你来你来安排，你来引导？结果突然间有个声音在我旁边突然讲说什么？你来找我吗？那声音就很柔、很温柔的像夏牧师在讲道一样那种声音。你来找我吗？我一听，头一抬起来，哇，就是蔡正道牧师，他居然这么巧，这个几率很低很低很低。照我就讲，他应该在里面工作，甚至于说离开了。可是离开那个双联教会，他居然刚好走下来。就我在那边晃不到1-2分钟，他居然走下来，然后就跟我说：“你是来找我吗？”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是上帝天使的声音一样。然后我就告诉他我为什么会来这边。他说：“好，那我们上去祷告，求神的带领。”然后结果我就到他办公室，然后跟着他一起祷告。祷告结束之后，真的不到2分钟，我的手机响了，然后接起来，他说：“恭喜你，我是国家中心的什么长官，这已经比赛完成，而且经过上级核定之后，确实由你团队获胜。”那时候我很感动我很感动，然后就跟牧师下来其实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见证，就是意象夏牧师在上一周说我们要常常看年轻人要常常看意象然后做异梦，对不对？那我跟他报告，我是年轻人因为我看到了意象。为什么？我在刚刚讲我在那个双联教会的楼下的时候，然后我这边默默的祷告的时候，蔡正道牧师跟我讲：“你来找我吗？”我一抬头，一边是看到他，另外一边是看到什么？看到了双联教会的什么？这个图上面有他的地址，台北市中山区，那个中山北路，中山北路最重要是什么？111号，3个1，这是一个意象。因为我讲过，我们在最终不到3个月的时间，居然参加3件大型的工程，那不是3件，那这件得标，那另外2件呢？是不是就如同这个意象所显示的说，也是可以拿到第1名？
我们所有的同仁，包含业主都认为不可能，因为竞争对手太多了。那你一个事务所在短短的2、3个月要做出3个这么好的作品很难。好，但是我真的是凭着信心了哈，这边所以那时候我得到一个讯息，就是哈我在教会里面好看到诗班在唱歌里面有一条哈，就是说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啊，看见美好允许成就，荣耀全归于你。好，就是我们看见了什么美好的应许，这个意象就是一个应许，好，因为它出现了3个一，所以我心里面很充满了信心。为什么不是2个一呢？为什么不是4个一呢？或者是122啊123？为什么3个一？那不是代表说这3件是上帝要安排给我们的工作吗？好，所以我那时候之后充满了信心，我就带着第二个团队哈，好，这是第一件。好，当天讲的11月29号得标的这个案子哈，然后第2件，在我们台南沙仑哈的一个大型的社会住宅，这是第2件。好，在你看隔不到半个月哈，在12月哈这个16号又评选，又拿到第1名。然后第3件，好，在月底12月29日，好，在桃园，好，所以3个地点都不一样。3个合作的统包的营造厂都不一样，但是3件都在恩典这个主的祝福之下哈，那个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允许的成就，都拿到这3件，好，那这个应该也是破纪录了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拿到这个3型的大型的公共工程，好，那最后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其实这个当中这个中保代祷是非常的重要哈，所以如果我们在不管个人的这个工作上、家庭上哈，甚至身体健康上，你有任何需要交托给主的时候，哈，我们也透过一个代祷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填写这个代祷卡，好，代祷卡。那如果你参与教会的事工，好，像推动我们的418来讲，有时候也碰到有一些瓶颈要突破，好，我们要交托给主，我们可以写这种的事工代祷卡，好。那如果你所代祷的事项，好。请求代祷的事项得到了应许哈，那你一定更要好写一份你的这个应许卡，好，因为这个是代表啊你的对上帝的一个感恩，好，也要感谢中保代祷团队哈所有的这个代祷勇士的一个付出，好，我想最后就是欢迎各位会友哈，不只是成为代祷的这个的成员哈，那也能够加入我们中保代祷团队，成为代祷的勇士。好，以上的见证，谢谢。好，谢谢昌成执事哈，他的见证啊，非常的让人家感到很奇妙哈。我觉得首先是因为他在新竹有一个教会读书室，让一个年轻人去读书，所以你会觉得说。就是一个空间嘛，竟然能够让一个优秀的年轻人成为基督徒，所以也让我们看到说，神都会透过很特别的机会，你只要愿意，神就会用你来传福音，来带领人信主。那我也再次鼓励哈，昌成执事他真的是很谦卑的，就是用。我们的中保代祷的事工，他参与在里面，然后让大家一起为他的整个侍奉、整个事业来代祷。我也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大家真的是好好的使用我们的中保代祷卡，你只要把它写得完整清楚，就有一群弟兄姐妹在每一个礼拜，几乎每一个小时为你做守望祷告。那更欢迎你如果有感动，你觉得有领受哈。你也可以参与在这个中保代祷的同工里面哈今年的这个月的第51期已经结束了，到月底就结束下一期52期就是从下个月开始你把一个时间、一个礼拜、一个时间、1个小时奉献给神，神在那个奇妙的动工就从你开始。刚刚张的执事讲的非常精彩详细啦，但是我有一种感动，就是说，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真的有神的动工，你觉得不可能的事，竟然就成了。
是因为神看重你的祷告。愿我们一起加入这个中保代祷的行列哈。这个是我们教会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事工。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要准备来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兄姐，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归耶稣，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兄姐，请坐。我们翻开周报的最后一页，我们一起来背诵本月的金句。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章45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我们一起翻到周报的第2页，下周圣工的分担。主理是夏文学牧师，司理是利维稳长老。第3页，上周、本周各项聚会的消息以及人数的统计，请各位自己来看。我们翻到周报的第4页，第一大点，今日4月13号是棕树主日，也是纪念主耶稣受难周的开始。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就呼吁请我们的会友们尽量避开参加喜宴或者是旅游活动，也避免穿鲜艳华丽的衣服，并且在这段时间用肃穆敬虔的心读经、灵修、祷告，来省思主耶稣受难的信仰意义。第二大点，受难周的各项聚会、灵修活动报告。这个星期呢，有一些特别的灵修时间，那我们教会有制作一些灵修、读经、默想、祷告的一些材料，请兄姐自己来看。第二小点，受难日前40天连锁禁食祷告进入第6周，兄姐可以按照自己填写的时间来进行。第3大点，台南中会第1小区基督受难圣餐礼拜，在这个星期4的晚上，4月17号晚上7点半，在本教会礼拜堂举行。第4大点，代祷团队定于
4月18号这礼拜五晚上的8点举行全教会耶稣受难日特别聚会。第5大点，本会定于下主日4月20号举行复活节赞美礼拜暨圣餐及洗礼式。下个礼拜呢，礼拜是2堂合并成1堂，在9点开始，由管弦乐团伴奏，圣歌队呢会献唱《何等大爱》的清唱曲，请兄姐预备心。下个礼拜同时也有洗礼式，请我们一起为这个名单上的兄姐来代祷。第6大点，本会定于下主日4月20号召开4月份的小会。第7大点，中保代祷服事已经开始报名，就是第52期，报名到这个月底4月30号截止。第8大点，总会定于6月15日，在凤山体育馆举行宣教160周年的纪念感恩礼拜。还有报名的名额，请兄姐有意愿参加的，尽快在这个礼拜来填写报名。第9大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已经核发了2024年的奉献证明，兄姐如果要申报所得税，请到办公室来领取。下个礼拜因为复活节只有1堂礼拜，爱心午餐是暂停供应的。我们翻到第6页。下个星期呢，4月20号是复活节主日，那我们的主日学有举行这个诗歌、舞蹈、敬拜，神奇宝血实验、背负十字架的体验，这些活动。那下个礼拜刚好是台南市的中小学的全中运，所以小朋友是放假的，也欢迎家长鼓励带小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我时间有限，我来做一个重点的报告。第一个是我们欢迎今天有位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是陈冠如弟兄，欢迎他来参加，欢迎，谢谢，欢迎你。他跟我说他是我们的马教授马教授认识的年轻朋友欢迎你，好，请坐，欢迎常常来。那我说时间不大够，牧师做一个提醒，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礼拜是受难周，那我们在受难周有2个晚上的聚会是在我们教会举行。第一个是我们台南市的众教会在礼拜4晚上7点半在我们这边举行圣餐礼拜，等于是一个联合性的礼拜。那为什么会来我们这边呢？是因为我们的曾牧师瑞平牧师他是这个小区的干部。就觉得我们这个场地很理想，就选来这边当然地主的教会如果没有人来就很奇怪场地借给你人都没来，所以我们教会有圣歌队有长老，还有一些同工要来服侍，但重要是大家也能够来参加啦不然众教会大家彼此代表，到最后好像没什么人呢有点零星反而不好这一点欢迎礼拜4晚上时间允许的，欢迎来参加重头戏是我们的礼拜5晚上，就是我们平常祷告会的时间，我们要举行受难日的受难礼拜那这是我们教会每一年很重要的祷告会的时间我们鼓励大家弟兄姐妹都要来，特别是你可以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能够在这里感受到跟主耶稣受苦那种能力，然后产生新的力量，能够得复活的荣耀这个是很重要，欢迎大家那另外我们是下个礼拜的复活节的礼拜，我们都是合并成1堂，9点才开始。对我们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可能时间上比较不习惯，但是请大家9点来那一天我们有举行受洗的礼仪式我们有7位要成人受洗，有9位要做这个信仰告白，还有4位小朋友。那我们在礼拜6，就是4月19号下午2点半，我们请受洗的弟兄姐妹，还有要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在2点半在我们的2楼的会议室集合。我们要邀请长老来跟大家见面认识，也彼此鼓励鼓励大家。所以请大家把这个时间记下来。那
那一天的圣餐我们有举行奉献，那牧师特别做记录，就是说我们不是1月份有发生台南的地震吗？我们这边好像就摇摇就好了，但是在玉井在南溪、在南化这一个地震带，有很多教会受损。那我们中会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想说邀请大家在圣餐的时候为这个救灾或是重建，就是修建或是补强来做奉献。那我们教会是觉得说，刚好在不久前也发生了缅甸的大地震，那我们希望下个礼拜的奉献都作为我们会拨适当的款项来参与这2个地方的一个这个救灾奉献。最后一个就是说，等一下我们还有爱心午餐，那下个礼拜暂停，对不对？那请第2堂礼拜参加爱心午餐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因为今天现在结束已经有点晚了，我们在2点的时候呢，刚好有台南的牧者要来这边研习因为在3楼，所以请大家用午餐能够时间稍微节制一下结束的时候也能够帮忙我们的同工来把那个桌子排成横列的，因为要用电脑来操作所以请大家也帮忙一下。意思是说，在2点以前大家能够完成了完成这个午餐这样子。好，这样报告到这边，谢谢。请兄姐起立，我们一起来唱颂龙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重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我们一起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来默祷闭会。